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我去阮知己的，伊的名原来一日国播音员前辈者，我去伊遐坐啦，我拢叫伊江国的。今日去呢，江国的知己的就甲我讲了，讲国精啊，你安尼录送啊，下入来。哦，讲到即句录送啊，这安那形容。我去编大日大书典，日本时代书典记载，讲吼，就是安尼双手下咧，安尼吼真自在安尼行入去啦。阿国啊，甲我嫌啦，斗阵咧讲吼，你安尼录送啊，行入来吼，无正无经，敢若佚佗囡仔咧。我才甲应，我讲斗阵咧，我来你遮是要互你请一个3万的冠军茶，我毋是伫外口面。讲甲人伫咧往来，就爱一副端正，才会得人听。你莫甲我嫌啦。结果吼，即个知己的换伊甲我开啦，讲我看你安尼录送啊，下入来我就知影，你面色光光，最近有好代志。讲到即句光光，原来大日大书典内底才有记载，意思讲吼面色金骨啊。啊，我甲阮阿国啊，即个兄哥讲，煞毋知影吼。咱伫咧泡茶，有的人用拗板用鸭巴，叫人伫咧捧场，迄叫做兄弟茶。啊，我咧做解文说理，这叫做兄弟节目，啥做兄弟节目？各种啊，拢甲观众朋友拗板讲，你等爱看哦，时间甲我转落哦。所以我即摆常常当着伫外口面吼，观众朋友拢讲，你兄弟节目甲拗板，我安尼欢喜有甲你转落去看节目。啊，讲好讲歹搬一边，人有看节目，咱就欢喜啊。所以我最近有影心爽，面色光光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看斗阵的啊讲兄，你的面色敢若无我遮光光，你敢若无亮挺哦。讲即句亮挺，原来大日大书典内底才有记载。即摆的书典找无啊，老辈咧讲的代志，无亮挺就是讲无爽快，就是讲心头有郁的代志就对啊。啊，阮阿公兄原来甲我应讲国精啊，有影互你约甲对，有影无亮挺，煞毋知影昨暝又搁互阮某罚跪，我咧淡仔起爱笑，讲你无白步啦。甲我共款啦，拢是惊某大丈夫啦，咱莫怪讲我做共国的啦。国精讲即个小故事是在家己编的啦，是要招你研究啥？研究一个讲人安尼害咧行过去，就是叫做录送啦。研究一个讲吼，人若面色金骨，老辈就讲吼面目真光壮啦。啊，搁再研究一个讲最近心头有代志咧郁闷，咱讲叫做无亮挺啦。这拢种台语老辈咧讲的言词，咱甲捡做伙，讲互伊趣味，互少年朋友来做参考。